嗱，又係時候同大家講下吹桃花嘅時間啦。我特別咧揀咗2026年上半年4個特別有利於吹桃花嘅月份，仲會教大家點去佈局。嗱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不妨慢慢聽我講啦。首先要佈一個桃花局準成咧係最重要，記得啦，用翻一個準確嘅羅庚又或者指南針，企喺屋企嘅正中央位置量度，揾出咧屋入面準確嘅方位。嗱，咁咧先唔會佈錯局㗎。嗱，第一個時段就係喺2026年嘅3月5號至到5月4號，亦即係咧24節氣驚蟄開始呢2個月。嗱，呢段時間最旺嘅桃花方位係喺屋企嘅東北位，亦即係逆卦宮位嘅近宮位置。嗱，我建議啦，大家可以喺呢個位度擺一個玻璃花樽，加清水，插4支、7支、9支嘅顏色鮮豔嘅鮮花。嗱，再放一個咧銅錢，又或者10蚊銀入去，因為根據五行嘅原理，金生水，水生木呢一種咧五行互相相生嘅法則，有利咧去做到一個助旺嘅效果。嗱，不過啦，要記住呢個位千祈唔好立亂，一定要乾乾淨淨、整整齊齊先至有正能量㗎。第二個吹桃花嘅月份就係喺5月5號至到6月4號，亦即係立夏開始嘅呢個月。嗱，呢個月咧當旺嘅位係喺屋企嘅東南位，亦即係巽宮範圍裏面。同樣道理，可以放一個玻璃花樽入清水，再插4支、7支、9支鮮豔嘅花。嗱，保持呢個方位唔好立亂 ，keep 住呢個範圍有一個良好嘅氣場。第三個催旺人緣嘅時段咧，就係喺6月5號至到7月6號。嗱，芒種開始呢個月。嗱，今次咧當旺個位係喺屋企嘅中央位置，亦即係中宮位。嗱，我建議咧可以放玻璃花樽入清水，加一個銅錢又或者10蚊銀，再插4支、7支、9支嘅鮮花。嗱，如果屋企呢個中央位係屬於走廊，又或者唔方便擺花樽嘅話，都唔緊要。嗱，我哋咧可以善用走廊嘅牆身，用掛畫嚟代替。嗱，記住掛一啲咧有朝氣、色彩鮮豔嘅花園畫，又或者鮮花圖案嘅掛畫。嗱，個構圖咧盡量唔好用淡色啦、黑白色啦，又或者枯黃嘅色調。嗱，因為吹桃花咧係講求有活力同埋有生氣。嗱，色彩太沉咧就會壓低個運勢。嗱，當然都係嗰句啦，最緊要咧就要 keep 住呢個位乾淨整齊，唔好雜亂。嗱，咁樣講落嚟咧，上半年4個月份嘅當旺位同吹桃花嘅做法，我都講咗俾大家知啦。大家不妨試一試，希望可以幫到你催旺人緣，提升個人嘅桃花指數。嗱，我想呢度特別提一提，每年嘅農曆新年前嘅2個月，我都會同阿林佑之師傅一齊咧為全港80幾個私人屋苑做全港私人屋苑巡迴風水講座。而今年咧已經係第22年啦。嗱，我記得喺講座嘅時候應承過出席嘅朋友仔，我會 WhatsApp 翻部分嘅風水資料俾佢哋。但係無奈嗰段時間嘅 WhatsApp system 出現咗問題，最終都係 send 唔到㗎，所以喺呢度同佢哋講聲唔好意思先。但係咧，我哋已經 upload 咗呢啲資料上去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啦，相信大家可以睇得翻㗎。嗱，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到我更多嘅風水命理、面相掌相同埋易經嘅節目，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，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㗎。